各位你哋好，今日係10月7號，亦都會係喺呢個重陽長假期之前嘅一日。咁今日最主要嘅新聞，最重要嘅咁當然就係梁天琦正式呢個入紙司法覆核，佢都唔係司法覆核，佢嘅選舉呈請佢個新界東嘅選舉結果。咁但係呢個只不過漫長嘅程序嘅開始，因為過往嘅經驗話俾我哋聽就係選舉呈請本身係一個好長嘅過程。你睇莫乃光就知，莫乃光就好慘。佢嗰時對住譚偉豪嗰個過程漫長嘅程度就不得了嘅，即係下下都磨起兩三面。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會覺得新界東嘅議席會好快有改變，或者可能又一次重選嘅話，我覺得呢可能性就唔係好大。特別通常選舉呈請都被視為係冇乜迫切性嘅一啲官司，本身已經涉及好多好複雜嘅技術細節，又覺得佢唔係咁迫切，往往可能呢，大家交換文件嘅已經用咗一年，跟住一年之後至同你開始審，跟住逐堂審。審完審完原訟庭就再上上訴庭，上完上訴庭就再上終審法院，仲可能有機會涉及人大釋法。雖然呢選舉係香港外部事務，但大家都知道人大釋法嘅權力不嬲都係搬澳門嘅，所以呢件事有機會係最後人大釋法收場，呢個可能淨係存在嘅呢個。所以我相信呢個喺選舉呈請嗰個攻防戰上面，我覺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並唔係咁簡單，呢個可能係未來幾年最重要嘅一單官司之一嚟㗎，相信係。好啦，就除咗梁天琦嗰個之外，其實一單嘢我就覺得係幾有興趣講嘅，即係抽幾分鐘時間，就有關呢個港鐵大家關愛座呢件事。本來香港嘅地鐵嘅列車設計其實已經唔係一個咁適合加咁多關愛座嘅設計嘅，因為你睇翻日本就知嘅，日本個關愛座係零零舍舍有兩排座位分開嘅，因為佢嘅關愛座多時要照顧一啲老人家，而嗰啲老人家係講到好清楚，佢哋係唔適合受到流動電話嘅電波干擾。咁香港你咁樣已經唔係搞關愛座啊，但係更大問題就係喺日本嚟講，你搞關愛座老人家未必往往想坐個關愛座嘅，即係至少你唔會搞到一個阿婆咁樣霸佔兩個關愛座已經冇狀況。但係今日就有人影到相，一個阿婆霸佔兩個關愛座，因為個教育唔同啊。日本嘅老人家好多，其實佢二次大戰之前已經係佢對嗰個教養嗰個重視已經係做咗好耐嘅。其實由明治維新到依家做咗好耐。問題係香港呢班人嘅教養有冇做過呢？即係以往英政府都冇乜點做，英政府嗰時做捉垃圾桶都做得好辛苦，咁你更加唔好講話要其他方面手工得心啊嗰啲咁嘅問題啊，即係呢啲就係以往英國政府冇做得齊全嘅嘢嘅手尾，跟住你留落嚟，跟住你仲想搞關愛座啊，大件事嘅。你仲要本來香港嘅地鐵車廂係太逼嘅，因為日本係有一個好清楚嘅要求，譬如你已經係屬於叫做超載，譬如山手線啊嗰啲東京嘅首都圈嗰啲啊，佢哋會不斷加路線嘅，或者不斷將啲貨運路線轉為客運路線，去提高個運載力嘅。即係見到呢幾年日本做咗好多啲咁嘅努力嘅，即係譬如你話將上野站嗰個在來線嘅線路重新打通，因為嗰之前係俾咗新幹線用嘅嗰條，即係上野去東京站嘅路軌，我依家就重新再起多一條，就係俾載客路線用嘅。咁呢啲嘢日本有做呢個努力啊嘛，即係佢有個通勤指標，你唔可以擠逼到某程度啊嘛。問題你香港冇啊嘛，香港啲線路亂起嘅，明知佢個擠逼嘅情況咁嚴重，跟住要西港島又要 extend，觀塘又要 extend，咁唔天下太平就奇啦。
所以喺香港呢啲咁嘅地方搞關愛座，最後點解會搞出一大堆冇即係好奇怪嘅是非爭拗？就係因為呢個政府係亂嚟嘅，個規劃係亂嚟嘅，個好多嘢嘅想政策係冇考慮背後嗰個文化 context，乜都唔考慮，咁你死得啦！所以咧，呢個關愛座咧，最後一個爭議咧係會越搞越激烈嘅，即係你最後即好似同好多嗰啲喺網上嘅政策爭論一樣咯，就係一啲文化上嘅問題冇搞清楚，結果就亂天下大亂，亂晒大龍，即係呢啲嘢又冇意思嘅，即係咁啊！咁就因為聽日有長假期，咁啊聽日就會有個特長版嘅，咁聽日有特長版之後咧，就會係星期二至會再見㗎，因為假期就唔會 update 得咁密，除非有大件事啦，有大件事當然例外啦。咁啊，聽日應該黃昏時間再見啦。